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59年小爱情版沪剧《星星之火》的第3期。之前的作品有很多网友留言，有网友感叹道再也看不到这样的好作品了，还有网友说他有《星星之火》的碟片，孩子小的时候和他一起看，现在没有这么珍贵的电影了。是的，现在时代发展得非常的迅速，但很多老一辈艺术家的经典之作并没有被发扬光大，反而逐渐消失了。有些传统戏剧是不能丢的，我只能通过修复经典之作，让它再度发光发热，希望能够起到推广作用。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就点赞关注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欣赏小爱情版《星星之火》的第3部。东安，你来了！走！你们来此做什么？龙哥，哪打反应了？小姑娘死了，可惜。她的妈妈，不要哭，好好把她打回去，这不是好了吗？大家族生活去没搞比的。你是什么人？乌龙这样想？哼，侬不要以为中国人天生好欺负，我们工人为了什么人？凭什么随便打我手起来？工人为了什么人？凭什么随便开生意的？工人为了什么人？凭什么随便打啥不让命？代表什么人讲我？代表工人讲闲话。小姑娘错违常规，应该受责罚，没有理由来偿命。既然在本场做工人，一定要按照东洋规矩办事的。如果你们不满意，尽管是比离场门。在中国要100只网狗不容易，要100个工人不费心。那把我你工人当啥么子啊？老实告诉侬，今朝的事体不能轻易的放那过去。你们预备怎么样？你提出要求那不答应，我你要全面不顾。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是西苏街的保利工，叫高红。好，你随同工人闹罢工，明天不要来了。开始，什么人要闹罢工，动他一个样。兄弟姐妹们，大家看见吗？小邓是这样把百姓生就死了吗？我不哭。开始，不哭。三人，是我。沈刚，大哥，有消息吗？东洋人听说我要罢工，不晓得要啥火枪，是要关厂了？关厂，来关厂，我一个罢工就赶来了前头。对，古庄同志还没来，车厂情况不晓得哪能。今朝我到车厂去过。搿面个情况我晓得一些。东洋人事先不通知，突然农场关起，不许工人上工，事先不通知就关厂。
工资要造反。铁厂的日办工人也是搿能讲。我走的辰光交涉还没结果，东洋人到处放妖怪厂的空气。三厂市场本来预备今天起就罢工，现在大家担心关厂罢工就太迟了。这样的事情哪能办呢？这急死人！大哥，我看日本人是妖怪厂，这个是故意让他放空气。对，就是东洋人迫我们罢工，故意耍个阴谋。我们要根据党的指示坚持斗争。等各种同志来了之后，我们再仔细的研究一下。高，关于杨大少要好好安慰他，重要的是通过血案帮助他提高人设。心头怒火。
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侬啊吃的伤心妈妈。耶，妈妈，侬去到做啥？村口间有个阿姨叫妈妈去晒几件衣裳，妈妈去日就转来的。哪里有阿姨啊？伊住在啥地方？侬不认得个？妈妈，那我同侬一道去。侬不能去。妈妈，我为啥不能去啊？因为不对，妈妈。半夜三哪里家门，既然侬到他家去，为什么不同双喜讲一声？妈妈，侬不能哄骗我，侬一定跑到此地陷落的。妈妈，你不能这样做，丢下了孩儿好人心。现在子真聪明，句句刺痛我的心。儿是娘的心的肉，怎会没让你把戏路人？杨大嫂，杨大嫂，杨大嫂，杨大嫂。啥事体啊？快出去看看吧。杨大嫂，有大夫来了，你不要哭。来了，快去看看吧。啊。杨大嫂，侬哪啊？林大哥，我身子死得太惨了，我想来想去没别个办法，在一起对了拼命啊！侬拿啥去拼呢？啊？杨大嫂，你能做只有爸爸的牺牲啊！张老师的东阳，我才是我伊拉一口肉，也可以撑我的口气呀。杨大嫂，低有头来找游子，东阳部张老师后面还有子兄人，上一道既如要打打千层，今日今往才能是无根。大嫂，你是否曾经想起过，你是苦海里长来苦海里生，为啥你在乡下越等越是苦？为啥你到上海为几好奔？难道你偷起来做保警旗？难道你是搔首却腿不是人？这都是归因天生命不好，再心跟了我苦命人。杨大嫂，侬想错了。江兄弟讲得对，杨大嫂，侬所看到多多少少孩子的命运像针子一样，多多少少像大嫂你这样的苦娘亲。上海公
工人有几十万，个个是烧吃无穿受欺凌，难道都是生来命不好？难道是一母一母同年同月同时生？我们到底为啥要受苦？是不理的所谓人吃人，帝国之你红军阀，中国人民的大灾星，他们互相利用老百为劫勾结情，何不扬名谁不是在数也数不清？我们是洗的洗来活的一头动物，他们是合作地位活的就的像一人，非得公认受迫害，国家民族也是为着西北分，公认起来闹革命，为国为民为日生，我们要站得高来看得远，好比衣裳是定要找平分，亲人的座位不会掉，工人休想能够有翻身，大嫂真只是我们大家的亲国家仇恨妻子你也叫们。我你哪能办呢？单靠一个人是没力量的，我你大家要团结起来，组织工会，向东亚人去交涉，不许东亚人随便打人，开除工人要复工，增加我人的工资，杀人的凶手一定要严办。对。